迄个花阁是叫啊色的，咱先讲就真正色的。啊，我知影，这叫做牵牛啊花，牵牛花有没有看过？牵牛花哈，牵牛花。啊，因为老辈啊，伊就问这老辈讲：哦，蔡老师，你较少年，你知影讲迄叫做牵牛花？来，咱中间老辈有人知影这个牵牛花吼，牵牛啊花，日本话安怎讲无？阿萨高对啦，阿萨高，我记得叫讲啥物叫阿萨高？讲叫做啥物？透早真水的面啦！日本人、台湾人看到花就想到牵牛啦。日本人看到花就讲我爱真水的面啦。啊，才说了，伊美国人啊，伊讲蔡博士，你知影英语叫做啥物话？我今日来讲，你爱记记，永远记记。Morning Glory， 透早荣耀上帝，安尼有水无？哎呀，白白一蕊花，台湾人看到透早就出门啊，天色渐渐光，安尼看到一蕊花就想到啊，真歹命，真歹命。啊，日本人看到这蕊花，讲啊，我在含花共款，真水的面，像咱中间做老辈今日来做礼拜，安尼。真有真光彩的面，要来敬拜上帝。啊啦，伊讲英语更较水，是 Morning Glory， 透早就亲像牵我花，啊，透早就开起来要荣耀上帝。立位白白一蕊花，白白你我拢是人，你徛伫什么款的身份，什么款的立场，你所看到就无同款。所以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无白记这，咱是上帝所听所竞选的家子。今仔日伫遮，上帝有交代咱使命，有交代咱责任。咱要听候上帝敬拜伊，这原是好。特别我要对咱在座较年轻的一代，年轻的人，你着承担上帝所予你迄个重的担。所以亚利米哀歌讲，少年人。负起恶原是美好的，少年人开始学习会晓有责任感，这是一个水的代志；少年人开始会晓担的担，这是一个好的代志。今仔日咱看了这站的圣经，人看悲哀，所以巴不得因讲要倒转去，总是甲你讲，不是，咱随时倒入去。为什么白白将来看海这站颠倒变？真要紧就是，加勒甲约书亚，伊要入去这个迦南地的时阵，伊就咧讲，我要伫这个所在来领受上帝祝福，要伫遮唔但建立家园，搁伫遮要建立上帝荣耀的国度。你讲安尼对无？啊，其他伊十个安那？去安那像咧观光啦，买物件啦。啊，所以台湾有一句话讲啦，生鸡卵无啦。啊，过来啊！迄句我无讲，迄句我你家己知影咯。迄10个人就是安尼啦，你咧观光嘛，你去观光哦，这物件济啊，这遐啊，哦，遐人真悬，遐厝真水，也游览差不多安尼嘛。就是这两个人，毋是啊，伊所看的心情就是，我是上帝所定，上帝要阮伫遐建立上帝国度，伊在咧思考这个代志，伊确信哦。啊，无你敢要去？上帝带你去一个土地，迄个土地是真善车，啊也无树木，啊拢搭天道的，啊拢咧流浪的，你敢要去？无爱啊！一个真水的，物产丰富，啊，佫有社区的，啊，这个所在，啊，你唔敢去？你敢若看到遐个人？所以第二方面，我要甲咱三个来想，就是比较会互人软弱，独独伫相信的内面。伫起了的上帝应许的内面，你有信心。伫遮咱看到伊咧比较啊，咧比较。哦，迄个地是吞食百姓的，迄个地的人真权大佮勇壮，迄个地伊是伟大，咱咧比较。例如台湾有一句话讲，人比人安怎？比袂了，比袂了。咱的学习伫上帝应许的内面，上帝啊！我毋是来到教会要甲人比哦，迄个人较敖趁钱，啊，迄个人啊，啥物清查，啊，迄个人安怎？毋是咧比这，咱就讲上帝啊，伫我的生命内面有啥物你特别的恩典祝福，我着爱感恩。
比如来讲我，1975年我是全国举重的冠军，伫台北比赛，我是重量级的。1990年，韩国讲是台湾第一个健美牧师，全国第5名，电视报纸佮得到连战，台我颁一个奖给我。1996年、96年，我拿到体育的国光奖章，带师范大学的拔河队摕到亚洲第2名。有人讲哇，这蔡牧师真爱运动，无毋对，真爱运动。啊，什么原因会我爱真爱运动？运动才是我的性命。我来淡江的时，我去找我国民校毕业的成绩单，迄个时阵有逐个月量身高、体重跟胸围。我的身高138公分，胸围64公分，体重27.5公斤。我国民校毕业是安尼，我伫高中1年的找无迄个27公斤的，我就爱去纯德小学1年级才找会到。即阵小学1年级嘛30-40公斤的呀，有无？国民校毕业20几公斤，安怎会20几公斤？就鱼萝卜啊，就虾骨就休克吃鸡啊。医生讲咧我知啦，叫居家隔离啦，个人传染。5年的时阵，就吃鸡无伫校读，我读台南永福。迄个食一尾虾食柑仔蜜，半暝反正就趴伫遐咧喘，就爱走急诊。到尾就阮兄哥看我咧喘的时，阮兄哥学注射，然后注互我缀喘就对了。即种暗时拢袂困醒，带性命的囡仔，敢无感觉讲勇行真好？我来上帝祈祷啊！我说上帝，你互我医治我。所以迄阵我妈妈带我去逐所在看病，佮后日本的医道牧师来，医病赶鬼啥物，我去个。我就讲上帝，你互我身躯勇，咱逐所在去。无拍算，国民校毕业20几公斤，高中毕业的时，我读中营6年久。高中毕业的时90几公斤，6年久看几公斤嘞？人讲哇，蔡牧师你食乌罗肥。初中的时踢骹球，看人咧运动爱运动。我讲老师啊，互我参加骹球队，讲袂使啊，你袂使参加。无啦，我袂当走，无我做守门员好了，做守门员免走。到高中愈来愈臃肿，我就做橄榄球的选手。一日毕业了，我无球队，我就去举铁链。就90几公斤来举铁链，重量级，拢无去做兵啦，超重，无去做兵。喂，人比人，互你软弱，就是伫相信的内面，上帝啊，叫你勇壮我，互我会当伫逐所在为着你做工。认为迄个信心，就是咧看讲到底上帝互你有啥物货啊？所以古年来的史密特牧师也是讲黄美莲博士脑性麻痹，一帮伫玻璃基督教会演讲的时，伊讲我不看我所没有的，我看我所拥有的。因为一个医生啊，真白目，人问讲你有想要谈恋爱要结婚无就对了。这个其实这个医生是真热心、真够传福音的一个眼科医生。伊咧问这个问题，其实是要互黄美莲有机会能够表达。伊讲，你们看，阮厝里有一只真水的鸟啊！我出世，我有一个真好的爸母教育我，互我会当出国去读册，读到画图的博士。你无看，伊就行出来哦，行出来。你无看我去卡真长吗？你查某囡仔，我这只脚很长，不是很漂亮吗？我已经拥有很多了，我不免跟人比较，我不看我所没有的，我所看我所拥有的。认为家里就是安尼，你要安怎看你的有？认为这个是真美女中拔河摕到今年2月27日世界冠军啊！第一位是咱淡江出身，高中出身，然后高中去读真美。这支手教练咧指挥的手，我特别把这张放大。我当然了，这个教练是我第4代做教练的时，我的选手。
我们讲，你安怎拼最后的金牌冠亚军之战？伊讲哦，实在是有够险。六个国家初赛巡回、初赛巡回的时阵吼，咱第一名，咱拢总赢。到决赛4队，唔知影讲中国吼，你初赛巡回的时候，伊用米开啦，用米开，互咱感觉讲咱真牛就对了。这个决赛的时候，哇，这个 A 卡，起身预备开始落去，啪，一个风球过去啊！我看差这济，我这个叫阿摩斯真也无水，怎么怣去啊咧？初赛时拢也看一个风球过，游偌久你安知？游4分30秒，游4公尺。8号比赛是游4公尺才赢。第一场输啊！啊，靠！迄个输个摕金牌，啊，就3战2胜嘛。这个教练伫迄个第一场输的时阵，讲一句话吼，我感觉足水。伊大家选手讲，我对你们有信心，我们还有2场要作战。什么叫做还有2场？我们还有2场。2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第2局的时一定爱安怎？赢唔靠有第3局，啊无第2局就输了，输都无啊。我们还有哇，这个还有吼，来为无论你的年纪多大，无论你的状况，你还有什么？你在想你讲你还有什么？好，伫迄个时阵，这个教练就带这个选手作战第2项，预备开始，哇，搁叫去！哇，一棒球到3公尺的时，两边拢一次犯规，伊就甲咱的选手讲，因已经有犯规，咱嘛有犯规，咱袂使搁犯规。游到3公尺50公分，剩最后50公分，2边犯规啊！咱一边赢2边，我们再坚持一下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这个教练原来吼，伊的硕士论文研究啥个？研究伫拔河的过程吼，跋倒安怎出力？安怎无要犯规？拔河内面跋倒就是犯规，躯咧嘛犯规，身躯受绑着嘛犯规，手无安尼吟，用安尼吟嘛犯规。啊，这个教练都伫迄个时阵发挥。我们再坚持，咱的姿势爱上水，我这个只有水无？看到咱全部无咧叮当，袂使去犯规，袂使用台湾讲偷食步的啦，袂使用偷食步。裁判去判中国迄队最后一个人用安尼啦，颜色安尼来治的，就是这都千钧一发，去互裁判看到，红旗啊举起来判台湾赢啦。迄个去慢一下吼，发现咱讲救去啊，救3分13秒，安尼1-1啊，对无？第3场的时候，这内面有一个选手站起来讲：“我们还有1场的机会，我们要为台湾而战。”哇，这句台湾吼，咱话就真爽的对。啊，迄边听着袂爽。啊，这有犯规无？无犯规，无犯规，无犯规。为台湾加油，没有犯规了，对不？为台湾加油，靠犯规无？哇，精神都爆飞起来。第3局，佮同款，拉进预备开始，我去向救过。为什么安尼？咱平均18岁了，啊，人迄队平均26岁。迄内面有4个奥林匹克田径的选手，400公尺走50秒。捌摕过世界田径的金牌的选手，过了迄个田径的年龄，中国把这个选手扭来拢来扭死啊！所以这个选手呢，身高180，体重更较悬。你比赛是540公斤级的，你敢无听到报纸讲，咱的景美本来是480公斤，那是咱的国内的标准，高中生就480公斤级的，啊，为了要去参加，迄讲食偌济，咱食60公斤呢？有无？你有看到这个代志无？有无？啊，比赛。